你我一个月被追那些 keep 个这个吧子。他旁边我的这个过不了，还我可这是当下吧。当我感觉当的好没，反正是我让愿意，就是我让就是我让给就是别个根本感觉上我让跟对比。对吧？俺妈的旁边我的这个让他们可这是给给你，他们送去呗。你这嘛的呀？你们这些人自己给的，你们这些人你知道你们就他们来你说嘛的？你说。很多这个个在煮嘛的。煮。我你老西在你们都对不对呢？那么第四天，俺听你这东西过了来的，啥那些下的了，接我才去嘛的。我可是啥过了没？我让对了，我让马上上啥哩发就，我让娘我这没不让几个人，但是俺节目好了吧？其实要不是那我的，然后我嘛的。完了哟。就就是让阿姐马嘎说钱能拿出这的拿过，什就行都吉普，什就行，起来干起来一个，什就行个一个，什就行人家都吉普。你写个了子？那就，多了那这里现在多少个？是不是没去大家人呀？俺这几面工作没，也不多俺就结合生意的，人哪子的哪里就了，人照顾的这现在的话，人家过呢，这期结合的话，那边嘛公开就现在就当俺就结合会给人的节目的话，所以阿家群众你呢的，那俺就参过单的，咱们也得就是说呢，洁身自爱就说是吧，要不要接，是不是接？然后咱们我再拿你那句。乌头呢，咱们人可惜拿这些，可惜马这个嘛的，但是乌头呢，脚都是乌头捏的，阿家都是乌头捏的，弄也当嘛啦，那俺咱嘛啦，俺里头给不能哒，没谁着呢。我给他嘛，真嘛的，就，我有，点不啦的。那我这有没过了做，是中国的，你感觉那个没的，没了你。点几大，来不及得着去。是不是的？但今晚的我都是没接飞，你妈的检测干嘛做啥我都这。大花子的基本上咱检测干做的我可以有什么的这大的。对，我们的当家鸡是那样，工作呢，当家鸡跟我们多啊，当家送在你这个样的这个，当家鸡跟你来的，你别的我们都做了不？当家送在这个样的，就现在兄弟俩我顶配过了，做了不？就家嘛的吧。咱们个本地过路个，做了老板了本车了不？我他妈让他妈看见这呀，我这就他妈就是那个。我死了，我写不了。杨姐写不了啊，还气我的。这种我这他叫了不？就是老家去带那个，那个给可多些有的，就是那个，我聊是吃不是去那面。就是我这，但是就是让阿姐马嘎说去那俺出这的俺过，可这个阿姐那个都不行，那当那个那没去俺出这的俺过，俺让了人不没那来自己抓人非来自己这个，就，俺拿了实心的那个钱不有。拿了边角3年，都不得给的2次月，让阿家嘛过能拿出这两年了，乌头呢，俺这几年在这俺làm sao跑路兄弟啦，阿家人一年的，大家人有时他俺拉开嘛的。为什么这些看的人家拉嘛看的？说是乌头都到底就那什么的。不是，肯定，我这邻居我们啥的，这要是可多少是肥肉。呀，这个年代当时都说，邻居我们都是信的不？我最近把家里女的，阿家当就的家里93年的，邻居我们都忙去给口头上搁这啥回来人了吧？
我操那把行啊，叫，我操那把我操那把嘛，我这里他们最毒的话，我这里我们这个邻居的那些阿家的话，她跟她的老公吵架的话，我操那把我叫你给老弟俺听下来，我操那把我。但是我没说过你这些。阿家人话是不是？这句话是最多的。这些你有的，但是看这是龙马人，西个不当咋说的这的，俺这西个这个我们当，给是成品当我那老家那的，看别我们啥的，进来素质也有的，教个的那来是家里进来那个，切一话都不会跟他们。我们那里书可干嘛都是那啥单车呀，连差不多你这下。我这啊，我这下。这个那地方下。这个在泡沫味肉差不多的，人家等不你们都对了，什么改革不多少，怕现在呢打个梧桐树到底多少？但是俺这对吧，也不是那的老话我们的是在当看白我们的，但是俺这领着本地人我们的往前有的。但都俺这个呗，但俺类似我们的接触有过，但是古扎我们都是俺拉开面就，但也不对，也不样，我们没这个他们否定讲嘛，我俺呀。古扎我们的这土讲俺娘不说这随俺差不没，所以俺每次那都马上呢，你我们的那就讲一面，有时候讲一面。有点没事。两个就要许种对吧？领这个这，大家要来投入钱了。离婚的不送的家园呢，开门都，但是不去家园呢，俺送的钱，接入钱能知吧？阿姐，这就在不可能参考过的呗。是哦，考过的，啥老穷，把我们的老钱一算，一次都应该这都是的。那家人反正顶上那个开门都俺不去接入去的。我会的，这洗到没工作，非俺不给俺做事的，俺不管给他们东西。啊，不送过送，不你的pom子。妈，我在这哈今年吧的。哦，这片毛盾这片多个咩？马的呢？这片毛盾呢，这片多个不忙的有个的，以后当俺什么他们就不过了没啦了呢，不明说当的这样呢，没人家接受从马的面，我最的吧，我最装那的吧，不明白他通州现在就的。哦对哦对哦，俺最装子那了，不平生中年有，就他们大用我最装子进来，我就不平就是怕自己个不。俺这送苗的家了吗？他们自己的就是没有的，就是他把别个不平个不，我就当在装子那了，不别的刷家的就他们。我接着。不会吧，这么多。所以嘛，不但父母生要求那么开不了父母没他不要嘛的，父母没他不要嘛的。我就觉得人家都基本的，大把交叉的，推荐我成没都给，俺这俺那个哪的，俺交不的俺交还用是给你的是大家让我成没都给，让没让给的让给没就呗，反正结果的人家都基本多吧。对吧，家了么？大家你等到几年吧，最后就给不的，就他明的，你他们知道啊？你的名字熬的是多比我，你熬的是命么？这个你最后就给不，是吧？人家你记得他还开始的啊，我不瞧着把放下去的啊，先嘛给不，你最后就给，得就这么着来这些，这样等着玩下。就这么写的，最后给不了这。不好意思，是好多好多。你讲的写他。你看盐那个写个用啊，粉丝的给写的，俺盐写什么了？他们云南的、香格里拉呢，还欢迎，欢迎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有票的帮忙一下，没有票的帮我站着走下，关注这随着闹着无聊，赶紧切送出的小心心，赶紧切，20是俺的。抢生有的那个地我的呀，还来接家人们都，过年节过能走，谢谢，非常感谢，牙齿西藏小子的关注，然后等等嘛，星星有给我抢咋个人切牙齿把这也是点赞的星星的是的，那个个人切。
他们西藏小子的不是以前啊，西藏小子是兄弟球，他考啊票就上了多了。我旁边就考记录就吧，但是我拉下他干嘛这边的对边呐、酸边呐、没钱的，还管他们的就兄弟也不晓得的。关键我等可惜就拉下场嘛，积国王是人家，我都出去的拉下场嘛，可见没呢？咱们好多这么多好工作做。我希望工作那里面是那里教那么多里面才有兄弟没有，以后去找阿基拉姆他不要兄弟又来打，你这敲门就那么来不打呢？或者提前完成加长嘛那个加长啥？这是我的小号啥？这个地方些兄弟是你吗？染马的兄弟不是你，他一来气质不一样，我可个对的路嘛了。我看不觉得，我不觉得不过。跟我们两个住在同一个宾馆是真的吗，兄弟？然后旁边那个看不给国家那个出来的，朋友那个我没好没的。或者以棒棒糖去，你叫我家长的把过去，棒棒糖去，要吧？棒棒糖上到了吧？这些年就没自己上路程度，就是没出的。就打死那么多嘛，这谢谢我给第几生的朋友之类的话那去求，那啥大伙的朋友都是俺留上的，俺老啥都会那去，这些能卡过呀啥这多了呀啥的呀，我要得的话我都，或者让俺家庭的啥个是有那上路去买那给么多，把点赞给我的家第几生的。阿家这样那会前面什么阿家路嘛啦。Jadi di Oslo, dari teman duduk tadi tem tu. Aku tu aja nyingkep tu. Aja syuk aja. Susu ni kisah aja rampai dah. Di kono jauh naru jajan ni cu. Tahu sungai camas na jajan rah urba. Aja rampai nyuji tandirai. Nyingkep ku. Pikir marta. Pikir mimpi jajan rah urba. Xem cho bạn cho làm được niệm thế này sắp sắp chưa à tiền giá đang đằng bộ nó xem đấy xem nào mà sắp chưa cứ cho最后一把月那上路前面呢你看了下面我们边边红那家等给俺票上的亚路咱们个去根本说都去那么根本学习我们边说去那么根本学习我们边边红谢谢这些家族兄弟我也记住你了昨天我没有直播前几天我在打 PK 的时候你也给我上了兄弟谢谢你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谢谢在乡下人了没让感谢节目没让也不愿一直活动了兄弟让姐没事在交动也嘛 keep 学习我们边边红顾给等他说是没嘛是说罗姐你交了这学习谢谢阿边姐的容易兄弟理解谢谢往事清零但都得一直工作员俺大把上路去的谢谢俺工作么交了你们这里中学系的那个男的学习我们边边当我特别说结实的你等都就撒家吧我就撒家吧了俺呢等不得撒家吧是你跟了撒家是那撒家去没得的话工作撒家吧是俺是撒家吧是但民天才大学是不是马多啊这跟那差路样的那去了的撒家是我是撒家去了呗好像洗个在你的吧去没得的话谢谢就交了你们这里就学嘛边边红撒家人啥撒家先86788真的是送给你噻看他订俺票的呀没被看忙对吧公平啊吧有没有的老你或者订都一块的好的大哥谢谢啊交了你们这里就学习这个撒家不去咋学习交了撒家不去阿家有嘛的我要把你放大呀好了哦
俺兄弟我没让俺兴趣搞吧，没让，还我过来吧呢，俺离不下呀，先别给我嘛呢。当俺谁都好真。阿家让俺谁聪明？前面我眼小就是洗着进来买的，那的。菲菲我这个嘛这没别直播打的，我咋个这两个都不认啊？咋啦嘛？工作开始想下了，没让给小着，你过来，你来给不开了的。他知道呢。那么可以爱吗？啥不可以？除了敲的以外，那些都我不爱。PK 的时候用这别的跟修考的给吧，可以去标注我的，而且大哥大姐帮上。我妈的，俺这不工作修。我那属于的。你不好。 PK 就几天的，那么我爱你，我想你，我梦你，不管俺们都。我做嘛的？然后这个指甲上面的甲片都是10块，然后这上面的掐扎了个水彩的，怎么把你送就在列着我的。星期几的呀，没别爱你，是的。看你的直播了，赶紧来讲的，好的宝贝了些。我想。那这啊，对啊，对啊嘛，你再来一个确实没给他讲不了。你上这个菲菲带来，看了看了。要别俺那我突然看微信看单要拿了吧？这什么？你看你的直播，俺没带你的，你讲过这都。都过来我也给不进去了。而且当俺真心话问过了，还把专业话题没记得出的的。然后他知道很看苗的了。而且人就是弄不个这个朋友的对呢。送这个灵芝，那你肯定的。领着你。领着你。我这，啊，这土豆个你嘞？在哪里？아니 콘주 숨나는 채슈가 되나? 네, 我的前夫. 왜? 그 말은데 배들 로가지잖아 아니? 뇽버리셔. 근데 第三个我第三个就是土豆주님도 되게 주님 라스데 라스요 말이. 라스데 제예. 라마 스제예.第四个就是我找他读哎，你读，然后怕烂的呗。没，我烂你没。啊，烂你没？俺这叔叔烂的嘞你。我哪是你？第六就是没让俺这两个钱，俺婆婆单的吧？你那你我一个的。我没让俺婆婆单的吧？俺这单的都，你我一个别追那些 keep 干这个吧子，那五个啦。等我吧，俺家门发，看去呗。我别打这考虑别来的吧，别急的干去不了，别急着去，干急过来的。第六就是阿家呢，就是啪了个呗，啪了个呗，啪了干咩啊？啊啪了。他第七个节。第七个的话，等是第六，第七个的话，第七个就是我让的出局者呀，路罗去牛呗，我让一共马拉去。马拉基民都可以的，真别拉在。马拉基民都说明阿家让的一共的钱不是哪儿的。这马拉达说俺这今年我应该被 keep 这边干着了，还我差不多几个了，考吧也没得钱咱们。这边蓝色或者看考边拉丝这 keep 叫呀，再用的蓝色嘛，你们这这怎么个？跟俺你这是哪几个人呢？俺这咱们说的，干不打不那看起那咱们样子就是，一共马拉就牛难就。啊，可不得
的人这里洗的就麻的我这。他妈的，咱们人么多，你土豆面就这样送到你们地方，也路路前么牛呗，就是也出局。我刚说了几句。可都怕水。是不是刚才做的那是的？灯嘛的，你下来我没心的拿灯的话，人家去过了吧？我的那 start 就好像比么个的，这记得的那 start 丢哈。第八个就是。第八个就是。那你给他给嘛给他，俺把问住。可不打的那是让我被拉下去的都得了。我们现在莫单的这嘛，紧张当不当？他紧张起来了，那你没得看他都怕选择的了，我嘛那的的我。女大家，咱我们都是，他们当不你们都紧张起来，可惜出我嘛的。啊，你样子，你打写的打。第八就是在酒店拿了，三卷拿了，过干这么的路牛呗，三卷拿了。曾经那中面啊，年这个年月。三斤那就做假不这么大的人。那总共你们都追对钱么牛呗？总共追么牛呗？追你们。第九个就是阿家的，都是你哪个那个年纪？有过。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工作不分的送到你们对接，工作最难忘的个的嘞，工作送哪里？对，俺最难忘的真没难了，今年不然是刚才吐嘛就这。我嘛学的肯定有，家人不要看着脚不嘛学。就是没。我有的，但长跑嘛学的有了的。昂桑桑的哈来来说的刚才你的电影。没那送有了吧？光送那俺去，就是让叔叔。我不把不是应急的工作。我这也不着，不啦。这里面先别等哈来来昂桑桑这你们年没的。那个土豆是人家等着你老乡先别的多了兄弟，当俺从到通州前面的，俺不碰个这些人对呢，俺们当然那今年主要们都那个有的那就你的，所以不是呢，就那些们呢，俺们过生多啊，能的呢，小大家是不是？对。那你。上到查主任，俺还没过上到是那个才的。你可能是才把你说那的，你说咋的把你的比如可能这样子粉丝人给的公平感给的，别才可这里多，可能做。你说。没了，我真没说，我觉得你吃给别人俺还过去。那了没长门了吧？你是生意的呗？你生意的是，菲菲。上到下山是上没了。ನಾನು ಕೇಳಿಸ್ತೀನಿ ಸೇಬ್ ತಗೊಂಜೋಲ್ಲ ಸುಗುರ ಆಟಿಂಗ್ ಮುಂದೆ ಗುಯುಕರ್ಜೆ ಕೇಳಿಸ್ತೀನಿ ಶಾಲೆ ಸ್ಟ್ರೆಸ್ 人家那里贴身的啊，那不样你不错多，但是贴身的那看没看牛打，俺都没开心看到我们边面后那不是上到了话，就没讲俺那都他们出去可以对接的，出入对接没有看当去的啊，对不对？多年了，俺看当多那就你看到他不过你不看别的错不的来是的，空的什么都黑暗不做学那种，有学呀没干不下。你是会再打一把吗？快去！有没有就有了的。最后一把等俺都没有工作。大家那就注重的吧。呀，俺这对俺这个就给的，俺都讲他才干不好给的那菲菲的接头们呢。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话题要问嘛，对不对？当然，走过路大哥有这个我媳妇的，走过路过的大哥。走过路过大哥也是这种。爱你是都兄弟了，爱你不给对面干了，观众俺人面嘛人来敲门都兄弟。谢谢 WW 兄弟，叔叔叫俺们这里面吃的呢，可是今天叫俺们这休息。你是不是讲工作？我想过店家的，你到生节了讲我吃过单的，像俺抖音那就。没得东西就是通用的，俺几个了什么的。干嘞当，人家玩到个没得炒个嘛的，俺通的话可是叫人不
老高西拿东俺的打车人物的这俺让摩尔哪个摩尔单的叫 2.0T 的俺的这超过没大爷就可惜顶上电车都是俺不西拿灯多但油车都是都的我弄年弄的光前边学不站的年没都电车都灯个都求俺开始就是昨天前天俺米林前天了吧米林县里吧俺可以装载当俺去吧哪个装载马路用吧啊电车一堵咕俺告诉你今年129个级别老路干了的老路干好过当用那个可是这边那边的告诉你俺家去过那可是这边的对的那俺超出都对的俺那个来当比对的了摩路的单峰起的就摩人不的你多啊当然的玩多讲这这超个像俺东面都什么俺先弄过毕竟俺就不给人家脚的是哪儿的啊没得的当着呢你到别克去读别克是你读商务去说没不着急偏不着多那就当俺没得东西什么的去东点嘛说的就俺这些的到就人不你他妈当我打猎当多少呢这个对你没这个来当多啊你是怎么知道人说过这个的你不知道来呀就拍完家下那就先不当啦所以个的等到咱东电进来细线的欧的吧细了么细水的那就这类都做嘛的所以你不知这个当然就是个来当啊我打车当然都是这所以说你的错切的嘞对像人家讲的我打车当然都是几个万元我最多万元呢对人家讲人就是人家讲怕做单的啦亚先生的没记得兄弟我有了的你没记啊亚先生呢你哪里打车有嘞加城市但有的上路前面的有亚先没记啊东个大干没塞个的亚先现在经过打你刚从那个小车怕超出去的你去弄过真的刚做那叫亚线前用的话打车都是俺黄山的问题俺装载当时就是骑牛的话装载骑的话我懂得说是驾驶没水个吧俺是开始那个都进来呀用的打车都亚线去我就俺两个来就是的你两个过的话没给你没给光是那的过节你两个来用的话三不水产的你总在个二单快速的吧打着比打车都是嘛用我掏的讲的减速节奏啊我装载过都是这个驾驶那最肉的吧所以你装载了估计亚线情况没小车的这种的话他有的说你错切的人但是改了的我有了看你改了的反正我是我生意的没三不对的看这几年我热的他啥没恰当可就我们能不能我改了当学啊打这当面都错他不说他给们都在谢谢你们从头教了不你们这里kim的好混的安迪教上那个女人就在你几波女安尼长嘛好混的我但他好混对打老啥当中嘛的老啥来着嘛的老啥记不起大呀卡不休息我们避免红我基本嘛是东眼用是俺上班个中眼的人点么他们的节上班节点么他们的下班节学他们的上班族他给了那个休息谢谢你们当我漂亮了面就这样我的儿子白的忙不刷等于就大家等我吧我就大家我这公平还gibt这粉丝链接公平还gibt肯这给这卡真你的那gibt你应该就个人切谢哥们儿要就give 钱的 BB malah nanga gimana ronda min BB malah dah cuma ini yang klik mana ran dua hari oh BB dong BB mah dengan channel gym ship jor mana katur 第一个真心话我 BB 看下播集的了三盐城跟着年百多盐几学的我懂没生意哪里个这个东
那你看讲粗用个的，你们你那拿出用不给？妈的粗用个的，妈的没讲那些。阿来我你让你那么就对的，咱们没记着，没细心摆着，可就不就定个没呗？我个就他们家讲我那么多个，我那当我先不着吧，那我先别个打车的，打车是呢，打车来吃的。没让我妈家的，咱们可这是加个几个？我不这些。哎，我知道了，你这家的嘞？也不来面，等我来多等个的。阿嘞，但泡沫我的结果过不了，还我可这是当下吧。但我可是当的好没，反正是我让愿意，就是我让就是我让个就是别个节目感觉上我让个对比，对吧？俺妈的泡沫我的结果让他们可这是给你，他们送就呗。你这嘛的呀？你们这些让自己觉得，你们这些了你知道你，你们就他们了你说嘛的？你说。很到这个个才足嘛的。足。我你老西在你们都对不对呢？那么的，所以俺听你这东西过了来的这的，啥子下的了，接我才给嘛的。我可是啥过没？我让的两个人马上上里发就，我让娘我这没不让其他家，但是俺节目过了吧？其实要不是那我的，然后我妈的。完了哟，还过去，什么这才穿好了走？你来的？是的呗，不是个是给刚想起来的，可能是怕0009出0009的就是，然后再来一遍。那呀有的，但是俺那呀有就这我是有嘛，就这些年俺然后的别的妈咱们那个就是对这人不嫌那钱，那么就当然咱们谁的人俺用手来别的出的钱的，然后啤酒来东的就我们俺出的什么西的大概叫那边听进了，他们记得，他们记得的，基本上妈对不起。哎呀呀！我那天么从我娘的叫你那一家。你比没你离不得西肉嘛，对不对？他就他们这样做的，他好像这个的，所以这样，是不是就这样？看着那个后面在那来的，给了，票刚这个上要别，我是在惩罚这个，他可再来送你个这几送。第六个。第六个，你再洗点一下，可能走。我都这个乐得不来，就是没你忙是这样，他啥个到走着我把他叉子忙得过就改帮助，看忙了。呀，该说的，主不离。阿家人真的阿家，我觉得让个俺这个去让巧都没这样的，毕竟阿家你是过来的呀。挺好，这的别提出拿的配置这的什么大的的。我的配置。嘛，现在看动作可是有呢，就差不拉说的，那可是这有。你可多了瓜家。没嘛先把俺先给。其实。去那没先把对外讲俺目的呢，工作量俺都在话个有，你去那个，毕竟俺动作俺别的，那么就别的，俺别的打数说其他个是那也就是。别啥说的别的，别啥的这样的，俺只看的人吃的俺个没。别啥看真是有的呢。比如说，我的姑他们说的这的。我刚我那没搞说他们。当然这就是打第个8个了啊。你这个的录音了就进了，拉不落怕就打米干啥的给我这。你这么牛，你这么牛，你这么牛那去。但是俺我这几年着呢，我们就来个人工作低价说就可以接了，俺这钱那个样，我这7、9年着，但是钱没牛啥打的来吧，那个梦，但是俺梦想的，但是还没有成真的，俺可是绕的打的主题的。那看着就这样子，那这几种就男子粉丝领这个。那个绕的主题的。这个也30岁的。
这是得钱的意思。把这到单，如果你有说你有那个车嘞，把这到单说你，别洗都没有。哎，个这个的巴拉的，俺们俺家来的这样，俺我也就跟真钱了你，估计现在呢，估计俺的这就，但是俺他都不这些，咱们是比如我们家人比我多，比如我们给吃么的。我把这扔里，给它慢慢的来嘛。俺就比如把民籍跟这扔里。人家没个，先上不去，你多少个兄弟吧？俺如果这原因，要不给你介绍？我家人容都是俺拉听嘛的。其实俺也不了吧，俺这样，连领着直播间的那样属简单的这几六块钱呢，也需要过不几日的吧？这样啊，没得这样。我路感觉钱呢，就是那干钱呢，干的钱呢，就从那个路啊的。阿家就是阿家人连是干的下让。俺怕你们的，俺你看到那等个结账嘛？哟，没事的，明天让俺家我想现在在那行上，你妈地里干不了的，我只有80斤。老板，得，俺个都别过呢，俺那个都别过呢。你稀糊涂，我这有。俺这米，我的没有，这个没有，我相信100%相信没有。给不了你那欧洲干的做下给不了你这，等干的把现在嘛那个做，现在。哎，确实么？你等着，弟了嘛的，你妈忙着在那里就那个对吧？过了嘛。菲菲叫我这头牛一百。牛也是那个的，没那个那个嘛的呢。我本身不就，南北那解决。然后嘛，不弄的这其他弄那个什么打这个呗，钱嘛有的就军呢，过不了别的县里面呢做过嘛。我晒了，我在领着呀，俺没讲他根本干了的，用在叫人家去写的。我多过钱不大学不着呢。我还在欧洲的吧，没让俺当俺说多过有那没让多过干的，还在欧洲的，毕竟空间久了吧。你到了多过没下面其他有的就是嘛，给多年就得。你这样讲，你家嘛的，你看看个东西。洗都没有这摇了的。正常个见你这吧，讲，他干不透的，点的有的。然后你们的了他，你这干的得，俺看见的呢，有嘛的，俺大干别的。如果这边几家的，第9个快点，第9个很多的鸡蛋啊，俺这9个鸡蛋是。好的，问他有没有那个没有，我确定呀，不用问了就有那个没有的发誓。可是有没有了的？公布ID的你们到第几年100个的单，我真的绝学我的。我这个俺许多俺那个嘛店就过去教育的是你教育嘛有了的，没眼光高的很有了的。最后一个他牛不起来的。最后一个的，俺妈当俺还揪的。最后一个的等到给这个的算小菲菲，当然下播进你继续。哎，当然或者俺下播进来的，等你也下播吧，姐姐，你自己看。俺下播确实，我那边那个人头单。对，最起码要有。哎呀，拜拜，姐。要拜拜哈。特别啊，谢谢你们，祝你们所有人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年年有余，恭喜发财，安全第一，么么哒。对的嘞。拜拜，逆境，明天晚上见，谢谢你们。菲菲在哪里噻？
家别在哪里？他领主见面给帮助我，他忙了。女婿。手机录那28%人，晚安，你这是所有人呢，基本上是啊，都也牛是。我的神，滚点嘛！哦，退档说什么？我等不到哪里。榜2、榜3、榜4啊，有4个大哥，谢谢。是的，时光旅人，来，你起来，那边过去。你第一把温柔一点嘛。哦，好，你去给我换个女孩子的衣服。我没有，我从哪里找嘛？我又不是同性恋。你去给我换女孩子的衣服。我去哪里找嘛？你老婆的。我没有老婆，你知道的。你没有老婆吗？我有老婆的话，天天连你干什么？哦，我心里面只有贾梦。贾默。对，贾梦。那你给我们好好的唱一首歌来，放大。放大耶。对，放大。我再安排歌，我再安排。唱歌是我自己拿手的倾向吗 ？AC 歌，来唱吧。我都唱了啊，然后旁边有亲朋好友的亲人的，希望你们戴上耳机听啊。他听不懂活该的，但是希望你们我直播间里面的这些兄弟姐妹。3个大哥。那尊的，你要大哥，我要唱歌了，尊重我。来，你唱。唱了哟。啊。是的。等一下。唱了。唱个情歌啊，藏地情歌。真唱了啊。三角形多吉普，三角形切了刚接了一个，三角形个一个，三角形人家多吉普。按着说当问这个念着给读，按着说当问这路念着给读，说路念着给读，岁好过个月呗，说个念着给读，岁好过个月呗。三角形里住一个，三角形个一个，三角形多吉普，三角形人家里住一个，按着说了问着龙眼着给读，按着说当问着今年着给读。说你着给读，岁好过个月呗。说着你着给读，岁好过个月呗。三角形个一个，三角形人家里住一个，三角形人家多吉普。三角形人家个一个，拜拜，都唱完了。再打一把。什么再打一把？你给我换吧，你的联系方式加换个裙子吧。没事，你赢了的话，我联系方式给你；如果你输了的话，我问你真心话就行了。来。我不想输了。不要哭。哎呀妈，我那你都比现在拉票去你，瞧人不？来，闭麦。来，对，上跑车，兄弟们。可这个东拿鞋大不了弄吃个掉的啊！你搞么用啊？那鞋大把你想啊，全被开了没吧你？鞋大可这个东弄啊，更脑损呀！我又做错什么了？我不能唱歌吗？
真的是嘛？你看有讲起我那了，俺家不讲有我多了的，说到我俺能提一下，我看了没俺能提一下，俺多了俺这那心里个东西这个心里心里啊。他卖视频拉票打过的事，我打得过，我相信你们干，看中。你兄弟都练不动，你兄弟都练的没说的掉了马拉的切了个把个的，切了把吹嘛的对那记不得的。可是当俺직접 주다고 청아무라 이 밤이 경님에 응애 범님 게 뭔데 되는 것도 신배대 주다는 러바 그도 등산도 그냥 타오로 사비나 그래나 직종제 라펴지다 신나 상에도当俺个从我的工作俺的把给不动过也把给我工作送俺跑车上那把给不公园大家都是了把就你妈说嘛真的吧好没大兄弟俺好没大苦痛了没懂俺好没唱的真好，自创的歌词是对，歌词是我编的，但是我要感谢那个哥哥，因为他的歌确实好听，这个阿姆专，但是对不起，我把那个歌词改了，希望你不要生气啊，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喜欢你这首歌，但是你那个里面的内容也写的可以，但是我觉得那个内容再改变一下的话，那不得了了。或者加成棒棒糖解答清新些。或者棒棒糖节有的棒棒糖了吧？哎呀，你得给棒棒糖过那了吧？小星星了没？棒棒糖你没得人上的吗？对，谢谢，谢谢谢谢 YR 什么 YUR 吗？什么，还差5个空子，棒棒糖30秒没什么弄，过去。还差棒棒糖，就是水有就这样点嘛，点4根到5根。对，兄弟有吧？家政过了，对，等到棒棒糖你送有吧？等到送你棒棒糖了吧？星星都没给帮助，真的把他家政过，谢谢。这个特别的就那的就别的你不把自己们的宝宝拿2次录呀，约的就那的。我们这东栅的吃栅到底就你这人呢，我就是吃了的吧，就这边的东栅的吃栅东多，你这不就那历史呢？然后呢，就有当然都讲就把住的，但是年底在宇宙间啥就中就多，睡觉吧是中间，然后你就得给立不拉你呀嘛，中俺亲戚中那给，就。打不打了，真的打不过了，小公主。这把我们打完之后我们就走了，打不过。我让视频搁这过会呢。可是赶紧睡吧是，兄弟你自己睡吧，我拜拜，有缘再见，有缘记得有嘛的给，滚蛋给嘛，滚给。但是俺啥都声音的人么样，俺啥都之前俺可是说别好给，让俺们决声给，绷住了这起不住，别急，老姜怕接给，现在那样也这不当不滚蛋给，你也发吧啥没给，俺可是把这给发过来了，大兄弟。你也发啥？俺可是发过来。大家给了没？我走了。打不过他们，真的那样拉票的话，真的玩不过。就28个。我打不过你，我走了啊！哎呀，这又来了一个单针打网啊！好的，单针打网，我给你关注喽，你去给我回关啊，谢谢，我给你关注了哟，感谢，来吧，我来问对面了啊。不是阿佳，你在卖什么视频呀？啥子？不是你说你神经病，闭嘴吧！我问你真心话啊，
哦，你直播间想要的话也可以过来啊。你想要也，你给我发，我给你发。不要给你的我们那么小，我才不想看。哎，是那种，是那个篱笆篱笆篱笆开花，篱笆篱笆篱笆开花。你自己拍的视频吗？不是我的，那你这都不是你这的话，那我不要。全是藏族美女。藏族的美女都是啊是啊我不要，我不想看。那我问你真心话，你有没有吃过碗？吃过完成了，篱笆篱笆。吃过完成了，什么意思？哎呦，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篱笆，你吃过不？我的篱笆我自己怎么吃呀？哎呦，你的那个叫篱笆吗？我们的这个叫篱笆，你们的那个叫杜。啊，嘟，开花开花，嘟开花开花。真的吗？我说错了，不是篱笆开花，是杜开花，兄弟们。来，那我问你啊。一挂，第一个问完了，第二个。嗯，好。扎西哥、尹哥、丹在打瓦，来，三位哥哥安排了。你有没有就是你觉得杨木好还是就是藏族人好？反正谁给我机会，我谁就好。谁给我机会啊，送俺就那俺就喜欢谁，都一样，反正都一模一样。我开玩笑的，都一样。反正谁给我机会，我就喜欢他。哇。第三个，快点。第三个，哎呦，时光旅人，你们给我回关去，你们给我不回关的话，我这边你快点问嘛呀！你等会儿再说嘛。你有几个瑜伽动作？反正别人不会的我会。等一下啊！别人不会的我会，别人会的我更会。大概有几个？18个吧。啊，好吹牛！真的绝了不？这个我不能骗人，因为我是武松打老虎，老虎打武松，潘金莲打武松。那你上高速喜欢还是老路喜欢？都一样，反正刚开始的时候，慢慢踩油门嘛，挂一档，然后突然一下子那个动力足了的话，直接挂8档。好的。最后一个就是你喜欢老一点还是年轻一点？我喜欢30多岁的。比你老一点，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嘛？就30多岁的呀，比我大也好，小也好，都一样，就是20多岁的不喜欢。哦，好嘞。那再打一把。再打一把我打不过你啊！我不打了。最后一把。我打不过你。最后一把。打不过你在那边什么卖什么视频是不是？我给你免费。不要给什么免费，最后一把。免费的东西最不香。最后一把。你求我。最后一把我坚持给你呀。我要你坚持，你在成都，我在林芝，要你的坚持要什么？我只想要看到你穿上次的裙子。可以，我穿。然后我让你做什么动作，你就做什么动作。可以。我们而且特不休息。来，开始，来。那个，来，我的这2个那个给鸭子鸡巴上啊！这兄弟那个意思的兄弟，我也叫谢谢你送的企鹅的鸭子的丹弟，我也叫兄弟，好像我也叫。我说俺鸡特知道，俺都输2把了，你打不过我，估计俺鸡特知道。
你jawala aja gitu yak syiri aja gitu nalali palu aja ki chelekala lagi kyo aja gitu yak syiri pucunga yelik pacelate among udah aja ya kan hop sekali aja sih kayak cuman gua nara 아루 그냥 촌도 시야 분들에 따는 촌도 같이 탑주면 나고 29个人的小星星工作家庭嘛拉工作家庭拉29个人的小星星快点工作23个22个21个19个18个16个14个13个10个工作就他们脚吧，俺姐也不得的单些工作，让俺去特别啊。工作7个，6个，5个，给5个小星星，4个，松干到我们干菜嘞，猪嘞。猪干激动呢，炖干激动煎的，煎干激动呢叫的，是吧？我到我家庭的当俺去特装过，哦呀，可是啥？变了，安排了，他不应该说在这多。当俺做澎湖八只是当年我么，当家做么的，当俺去特装，不凶我，俺去特装，俺去不特装啊。他违反买菜安排了才对呀、他不连的话，我们那就算了，不勉强。飞机，叫我飞飞不叫飞机。你在搞啥子？我在直播呀。哎呀，真的是。你方便做那惩罚吗？肯定方便呀。你坐下嘛，求你了，你知道吗？你别摇来摇去了，你是变态吗？对，我变态。好好直播不行吗？不行呀。我们正能量一点不行吗？本来就是正能量呀。对呀，正能量一点行吗？啊？对呀，正能量呀。这样做是违法的哟。好的呢。哦，要做好那个，我们要做好那个叫什么那个榜样。好榜样是吧？对呀，正能量。好的。你说了，我问你5个真心话，外加你能不能鼓动的换一个粉红色的嘛？可以的。他加真经济。对。可以吧？我们正能量。正能量，我们要做好榜样。打个正能量，绿色。我们要做好榜样，我们要正能量。然后对，我们要最主要的是正能量。最主要的是，让个你们都个说得的，不顶说啊。对。不必说得的姐，知道了吗？对。我们是够的正能量。要拜球。好，输了的话，你就给我换个粉色的，然后你要让真心话按我。对头。还有这个也有。这个等会儿嘛，慢慢来嘛。我先。这个也有，还有这个也有。大哥，咱开始了啊！开始了。好，来。我去哭了，给的。叫你的侄女睡觉。来，家人们，咱们家有票的闭麦拉票，咱们家跑车打赏。还必须不的，就嘛俺做对吧？咱真清楚了。但是没啥顾不人家不的，顾不的呀，没啥顾不的俺娘我喜欢他，真的你真来里面过。
看阿库都是看着啊，这里老家啊，菜林啊，阿库叫你把每次那叫当然是那是那么那叫那礼拜的工作那每次的叫细的那叫礼拜的拉掉阿库菜林哦，看着，那阿信都对那就是我的那叫那一路咱们的出根的叔叔出的么根不学习，我们对面红，姐姐们阿姐姐们阿姨们，等下黑牦牛来的话，兄弟瞧着不？我这个黑牦牛的话，兄弟你们认识吗？因为你们都不认识的，但是我今天晚上好好的介绍一下它。它是我们来自遥远的青藏高原的黑牦牛，在我们这边的就是黑牦牛是很神圣的，但是我们这边有个说法，一般说黑牦牛的人说明它的额度大的，你知道吗？因为长长的，真的，开玩笑的，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是啊，不要笑，空总，该点赞的点赞啊，然后这个加成帮我过一下，不多不少，要一个棒棒糖加2个小星星，星星呢，然后棒棒糖进，我要菜里亚苦，再有个棒棒糖。但是过了，但是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在座的所有人，完了给我上礼物的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还有弟弟妹妹就别上了。你觉得教个那么多，你们肯定就学习。你现在呢，你不让嘛在呢，嘛猜不着你，没在那了，啥呀东呀没呢，教东呀那么可学习，我们别迷糊。要什么礼物介绍？要你妈妈的钱来给滚蛋嘛，帮助啊，别罗姐，你拿个6级的等级在这边要你妈妈的钱来滚蛋去吗？真的看忙了。什么惩罚噻？中介觉得没得这个商业没有什么惩罚，什么惩罚？可真把你了，1毛都不拔的人还在这边什么惩罚？瞎拔的惩罚，啥了吗？一看我的黑牦牛，我都痛的ka。那的阿酷的光阿酷，我个想你种种过的那黑牦牛是你的。我礼拜那人过到那里压的几把的过，过米洛的加兰果啥？就是归米洛了，就是他的外号叫加兰果，真的。你用普通话解释的话，铁牛。归米洛的加兰果啥？加给我们铁牛啥？那不行那的，什么惩罚噻？但小师哥他什么惩罚没了的？你那怕上的，当然家里给妹妹呀，年过年的直播间那我们这个妹妹年的那消费几个人，那让家里给妹妹兄弟惩罚的话，我拿股东解决兄弟让人怕回答经验的。你是最大过的吧？我最大没补起没，就是看中给我鸡毛上不去，你股东比较你不能你看到路过你看嘛了，呸！哦，我呢啥？你1毛都没上，什么我能，讲不动我能就。我你就是看中你对的，你我从家里用嘛吧，没自己马上就按点就了得了你。说是家里谁多啊？巧克力嘞，记不住你，记不嘛的，我来记不住。就说我家里用我来3能动，我人能动的，人个难了，真的绝了不？就说家里用我来人个能动，真的。但是就是家里没给不单，就是报销他现在都看嘛，我倒都难去。这你们这些人真的，你忘了吗？啥？兄弟，过去我送俺礼物上面，俺身上俺记性也不大起没得，但是送俺票嘛，我上过单的，我上俺那身上了，你俺觉得没补起没，然后上了俺làm sao我先个的，我有了不给，看中的拉黑给我的，然后拉黑给我也是滚嘛。你भारतीय सोची युगाची तिथी फिरता कोणता मा लिखू तिथे जम गोंडो चुरे जम न्यू दे 嘿，当然对面破败都没有。谢谢黑牦牛，说是叫那么多里面车里种出去，我们被面红。谢谢兄弟，谢谢你。破败日。小白兔白又白，2只广豆竖起来，爱吃起来，爱吃广豆，爱吃肚，你输了。爱吃肚，就这样说是吧？白又白，2只起来，黑黑的，爱
爱吃力的，爱吃的。老天爷，哪来的飞机呀、真的，这飞机也太牛逼了吧！真的是，你别给俺等等，我才进，我脸都红了。我脸也红了，真的。老天爷，真的是。先说吧，你听话说吧。看你那个票，看你那个票，就你起来吧，我就问你5个真心话，就不换了，因为没什那样，风水轮流转嘛，人也跟我们说，你的骨跟马的骨一样，转过去一下嘛，你别动啊，我的宝贝的兄弟，黑牦牛，没那骨对这里住的兄弟，你骨的宝贝的我。别动了嘛，啊嘛妈妈，你的骨全部堵，但是我就没救，然后转过来吧。第一个真心话，最近在老家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没有。啊，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然后说是瀑布大牛呗。有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没对，太阳大了嘛，啊，好绿了嘛，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给自己瀑布？没有，很久没有了。到第三个就是，然后以前到现在有过吗？以前到现在有过呀。啊，第四个问题就是，那阿哥个那在那的拿路最近呢，然后说是瀑布大的近呢。啊？什么啊？你是乌鸦吗？就是阿哥的篱笆路那近呢，那说瀑布大的近呢。瀑布档是什么意思啊？瀑布档就是按自己给自己按瀑布档啊，你。自己给自己。对，喇叭。没有，那种没有。假白，呸！刚刚的，你听不懂人话吗？不是，喇叭没有呀。不是，我问你，你说以前你自己这瀑布大牛在的过？有。啊，那我问你就是，比篱笆好还是喇叭好？手没有。我早就知你在那哈，都没有的。哎，有没有我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你好好说啊。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别动嘛！哎呀，我想问的是，你到现在你真的有没有跟榜一大哥出去吃过饭？好好说。就是没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榜一大哥。目前没有，以后我不知道。以后我不知道。反正你，假如有个人给你上了一个晚上，给你上了几千的票嘛，他叫你出来吃饭，你会去吗？晚上吗？晚上也好，白天也好，上的多一点的话，那个大哥想法，反正那个人没有那种的话，可以去吃，因为他的票也不可能白上嘛嘞，我们也不是明星嘛。对，因为你有时候也要牺牲一下你的肚。对，有时候也去吃个饭嘛。对。对，坐下吧。对。我的个天呐，老天爷！就这样多好，直接的一个姐姐真的挺好的，人要克度，实在一点。咱们再见哦。
我先撤了，我重开一下，好，我重开一下。好。